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8。以赛亞書33章16節安尼講：伊要互你一生一世安穩，有豐盛的救恩、智慧、甲知識。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寶。三甲來祈禱，做阮一生至寶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知、全知、全能的真活上帝，你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。因為阮狗佇天頂，你佇遐；阮狗佇海裡，你佇遐。就是阮狗佇山尖、海深、地極頭，你攏佇遐。因為你是一切萬有的生命主宰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世間的錢財、名聲、地位、權勢，攏是空虛，攏是轉眼成空。這個無法度互阮得到真正的滿足，甲生命的平安，總是敬畏你的，你要互因一生一世安穩。有豐盛的救恩、智慧、甲知識，因為敬畏你是阮的至寶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是咱一生一世的至寶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